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0年7月31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7篇第1节到第8节、15节。以赛亚书14章第1节到第2节。腓立比书第4章第10节到15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知足。上帝赐福人的需求，或者是贪心，这就是人一直咧面对的问题啦吼。有一寡追求成功神学的牧者、教导基督徒讲，只要你敢求吼，上帝就会赏赐互你。咱先莫爱讲这个教导的错误，这种的祈祷其实已经甲上帝的主权甲地位踏伫个涂骹啦吼。为什么呢？因为真正的祈祷并毋是一直求，满足家己的需求吼。应该是爱亲像耶稣基督伫克西马尼园的祈祷所讲的是顺你的意，毋是顺我的意。知足伫基督徒的基本品格最近伫台湾的立法院通过着取消兄弟姊妹的特留份啦吼。这个法律的通过是因为过去发生太侪兄弟姊妹争财产的问题。当然，大部分拢毋是因为迄什么应该得的，大部分拢是因为无满足造成的纠纷啦吼。以赛亚书14章第1节到第2节有言着，这个以色列人将来要搁再一次得到上帝的恩典，也因为上帝的恩典的保守，互以色列人对过去受掠，然后成做自主。上主要怜悯伊的子民以色列，搁一遍竞选雅各，甲因安置伫伊家己的故乡。真侪住伫因中间的50人会甲因联合，归属雅各的后代。真侪国家会协助因转去因的祖国。以色列家会伫上主的地得到外族做仆人甲奴婢。因过掠因的胆变成做因的奴才，过去管辖因的胆要受因管辖。保罗嘛提到着伊家己的信仰态度，伊对伫家己的生活，对伫腓立比教会信徒对伊的关心，伊满心的感谢。保罗也分享伊家己的信仰使命，因为无论拄着什么款的境遇，伊拢会感觉知足，就像伫困境甲善正的中间。腓立比书第4章第10节到15节，保罗对腓立比教会信徒提到：我伫主的内面非常欢喜，因为过一段时间了后，恁对我的关心有搁不厌开花。其实恁有在甲我关心，不过是无机会通表示那定，毋是讲我无够用，因为我已经会晓得，无论伫什么款的境遇，拢知足。我知安怎过善策的生活，嘛知安怎过富裕的生活，是饱也是枵，是剩还是欠缺，我已经得到秘诀，就是无论伫什么款的时阵、什么款的所在，我拢知足。我可使我开力的基督，我有开力通克服逐款的境遇，毋过恁有分担我的困苦，安尼实在真好。恁腓立比人家己嘛拢知，伫我传福音的初期，我离开马其顿的时阵，只有恁伫的教会分担我的生活的费用。咱知知足的时阵，生命品质就会提升，哪会当来亲近上帝甲主同行，就袂去甲人相争，会伫迄个困境的中间感觉满足，满心感恩。诗篇17篇第1节到第8节、15节。上主啊，求你听公道的诉求，留心听我的祈祷。我要用奸诈的嘴唇祈祷，求你按耳孔来听，求你用目睭看出是非，求你判我无罪。你有考验我的心，
连眠时嘛监察我，你用火团练我，无找着什么款的歹，我立志无互我的喙有过失。我尊叹你所讲的话，无亲像别人会行做。我坚信无行强暴的人的路，我的脚一直行伫你的路，毋捌偏离。上帝啊，我求叫你，因为你会应我，求你暗耳孔听我的祈求，求你显出你奇妙不变的疼，用正手救我靠你的人脱离因的对敌。求你保护我，亲像保护目睭人。惹看我伫你实下，若是我会看见你的面，因为我的行为正直，你的临在会互我满足。恳求天父帮助阮，会通诚心心存感激，会通伫生活中间领受恩典来感觉知足，互阮会通因为知影要感恩知足，成做一个祝福别人的人。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